5月31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好有原則、好認真、好踏實嘅人嚟，個人好冷靜、負責任、重承諾，講咗嘅嘢嘅話咧，一定算數。有禮貌、專注力強、執行力亦都好強，令到人哋好安心。但係做嘢咧，要你點做要講清楚，千祈唔好要你自由發揮。你係一個好識得喺現實層面上面解決問題嘅人嚟嘅，做嘢有自信，有啲固執，但係一遇到問題咧，你就好容易翻返去你自己嘅世界入邊封閉自己嘅喎。喺感情方面，就算中意一個人呢，你都唔係好敢去表達，你會一開始就諗呢個人到底啱唔啱結婚呢？有好多時呢，諗太多啊！結咗婚之後好顧家，但係呢會強迫屋企人呢跟自己規矩嘅。而喺性嘅方面呢，有少少單調，冇乜變化，來來去去呢都係一兩個動作，可能學下營造下氣氛啊，咁二人之間嘅親密度呢會更加好啲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係一位好努力嘅人，揀啱你想做嘅嘢嘅話呢，你就會不斷持續發展噶啦。可以嘅話呢，可以揀一啲自己可以揸主意嘅，按自己步伐嘅工作呢，咁會發展得更加好。財運好穩健，唔受錢，而錢呢係會慢慢累積而向上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太有使命感啦，做一件事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到，對自己太苛刻、太嚴厲。其實簡單呢一句就係對自己唔係太好。對所有嘢呢，唔好太上心，學識得放鬆，接納自己同埋認同自己嘅真正價值嘅話呢，你成個生命都會好好多㗎。